今日看到军集军团一台军用的汽车，伫19日暗时火烧车，加在车顶的人拢无着伤。也毋过，这架车是小甲即村车架，即马是搁理清导火的原因。有军事专家就指出讲，军中这款车已经真旧了，有真侪零件是拢买无，只好用副牌的，所以状况较济，应该赶紧淘汰换新的。 消防车赶到现场，头前的车已经烧做火球，随赶紧救水线转水降温，车顶的人已经走出来，无人伤亡。到现场发现是一台军用的吉普车起火，已经全面起火燃烧。那现场了解是没有人受困的情形。导火车辆是军方悍马车，属于陆军集军团3条化学兵群。这个月19暗9点多，演训结束要登部队。 经过彰化田中中南路一段时，底盘突然窜出火，迄当时外边发现异状，赶紧停车，沟通报消防队。规台车最后烧甲剩架啊！那目前起火的原因，由消防队在做鉴定中。 国军悍马车最近几年一直有状况，2023年4月，警方部的密步弹小组车道的弹药导火。今年2月6军团也有一台悍马救护车火烧车，这摆是10军团的悍马车底盘导火。专家表示，可能是引擎室机件老旧老油拄到高温引火。所以它过热以后，很有可能这个自排油从这个地方冒出来，冒出来以后就滴到相对的排气管的头段，所以它造成了。 烧起来。军事专家指出，国军即马使用的悍马车，多数是1980年买的，使用较大，机件老旧真歹找，目前拢是以无经过原厂认证的副厂件回收，那点故障也造成建设运用上拄着困难。它本身车体已经老化，而且它在过往我们用了太多的副厂零件，导致它很多的零件的强度跟原厂设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 所有的车子整体的妥善状况就一直不好。机动员表示，国军目前有引进轻型甲中型战术轮车来使用，也毋过商用规格真歹应付实际需要。除了爱加速引进军规的联合轻型战术车，非战术需求的车种也爱加速替换，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